最驚嚇塔羅牌二大公開，各位朋友，今日同大家講下塔羅入面幾張最令人嚇一跳嘅牌義。首先我要講塔呢張牌，呢張牌咧係好出名嘅，畫面上面有一座嘅高塔被閃電劈中，仲有人喺上面跌落嚟，淨係睇畫面咧都覺得好震撼。佢通常係代表咧突然嘅變化、嗌交甚至分手或者情緒跌入低谷等等，但係會唔會有啲時候唔一定係咁差嘅呢？例如好耐之前我遇到過一個客人，塔嘅牌出現喺佢過去嘅感情狀況，代表佢同呢個對象嘅感情發展係突如其來，自己之前都意想唔到，所以其實都唔一定係壞事嚟嘅。嗱，咁第二張呢，就係經典嘅死神牌啦。雖然咧唔係真係會講死人嘅，我哋塔羅牌係唔講生死嘅。佢咧象徵住一段關係啦，或者一種狀態，或者某個階段嘅徹底結束。例如感情關係嘅話，有機會真係可能講分開嘅；事業嘅話咧，可能指工作出現咗啲問題，有可能冇辦法繼續嘅。但係我都試過有一個工作嘅個案，因為佢忍受上司嘅情緒勒索好耐啦，結果死神牌出現嘅時候，我話俾佢聽，只要接受呢個安排，未來可能有更好嘅工作機會出現。果然佢話俾我知，當時痛苦結束之後，真係再有新嘅機會出現。最後呢，我哋會講到惡魔牌。睇到惡魔牌咧，好多人都覺得好嚇人喎，見到佢個惡魔個樣好似好驚咁啦。其實咧，好多人以為佢一定係一隻好差嘅牌，要睇下你問咩問題嘅。呢隻牌主題係講權力、金錢同埋性等等嘅慾望。如果你問升職加人工是否成功嘅話，直接抽到呢一隻正位嘅惡魔牌，其實反而係指你好大機會得到你渴望嘅權力同金錢喎。但係要小心唔好俾呢啲物質或慾望捆綁住，令到你嘅初心變質之後咧，可能又會有唔好嘅影響㗎啦。總括而言，無論見到好或者唔好嘅牌，其實都只係我哋人生經歷嘅其中一個過程。只要用正面嘅心態去接受同面對，未來可以變得更好。大家仲有啲乜嘢學習塔羅嘅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。下集見。